现代台语版圣经尼希米记第5章，人民甲因的某大声埋怨因的犹太同胞。有人讲，阮甲阮的查某囝遮济人，为着要生活需要真侪粮食。有诶讲，阮已经将田园、葡萄园、厝体摕去抵押，才会当度活。有诶讲，阮已经用田园甲葡萄园借钱，甲王纳税。阮甲别人共款是犹太人，阮的囝儿嘛无较输因的囝儿。当阮的囝儿着去做人的奴隶，阮的查某囝有诶已经去做奴隶，阮嘛袂当做啥物，因为阮的田园甲葡萄园已经拢互别人摕去。我听着因的哀叫甲怨言，就非常受气。我经过心中考虑，就责备遐个贵族甲官长，甲因讲：恁逐个人竟然甲同胞摕同利。对安尼，我召集大会来处理因。我甲因讲，阮已经尽力将卖互外邦人的犹太同胞赎回，恁竟然卖恁的兄弟，要搁互阮甲因赎转来是无？因拢恬恬无话通应。我阁讲，恁安尼做毋对，恁做代志应该着敬畏咱的上帝，才免互列国咱的对敌踢笑。我甲我的家属以及我的部下，嘛有将钱甲粮食借互人民，现在咱袂阁甲因摕利息。今仔日，恁着将因抵押的田园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厝体，以及恁对因摕的同利，就是钱银、粮食、酒油，拢还因。贵族甲官长讲，阮一定还因，无阁对因要求啥物，要照你的话做。我就叫祭司来，互祭司甲官长咒詛，一定照所讲的去做。我就透开腰带，硬硬咧讲，无照咒詛去做的人，愿上帝嘛将因的厝体甲因劳碌得到的赢甲空空。众人拢应讲阿免，因搁称赞上主，人民就拢照安尼做。我受派做犹太地的省长，对阿达四世王20年到32年，共12年久。我甲我的家属拢无食省长应得的粮食。我以前遐个省长互人民的负担真重，因对人民要求5谷甲酒，以及456公克的银仔，甚至因的仆人嘛压制人民。毋过我无安尼做，因为我敬畏上帝。我专心做重建城墙的工程，无要田园。我所有的部下嘛拢参加重建的工作。除了遐个对4位国家来我遮的人以外，有犹太人以及官长150人甲我做伙食。每一日，我着准备1只牛犅、6只肥的羊，搁准备真侪只鸡，10日一遍，准备逐款的酒。虽然安尼，我嘛无领省长应得的粮食，因为人民的负担真重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会记得我为着人民所做一切的事，赐福我。